大家好，我係何婉瑩啊！我喺呢度咧，首先同大家介紹下咧廣東嘅美食先。成個廣東咧就美食真係百花齊放嘅。首先有廣州嘅一盅兩件啦，蝦餃燒賣啦，仲有順德咧燒鵝啦，同埋撈魚生啦。中山咧就有爆汁嘅石岐乳鴿啦，同埋豬肉丸啦。講到潮汕梗係食牛肉啦，客家梗係食鹽焗雞、釀豆腐啦，台山喎梗係食黃鱔飯啦，珠海有新鮮靚海鮮，仲有佛山有眾多老字號嘅私房菜，全部食材新鮮地道，老廣古法手工製作，鹹甜分素樣樣齊全，一家大細出遊同埋朋友聚會都咁合適。唔好淨係聽我講啊，即刻嚟到香港嘅廣東旅遊，帶你食聞全省嘅各式風味，帶你由早茶正餐食到糖水宵夜，感受下呢個嶺南嘅濃厚嘅煙火味，一定要嚟試下。